结果台北市长郭文天伊创党和议员批评讲是公器私用，因为昨郭文天宣布这个代志的记者会地点伫倒位？伫市政府的会议室，佮利用这个领市政府薪水的机要人员，提处理阻党的代志，连这个党名台湾民众党拢是占蒋渭水的班级，要求讲伊都要随改名。这就是台湾民众党的党旗。 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专工提当年蒋渭水台湾民众党的党旗，美国问题讲是占蒋渭水的班旗，另取党名，误用台湾民众党的党名。台湾民众党是蒋渭水先生创的，不是你柯文哲，怎么可以你一句话就抢过来用？国民党籍的议员轮流对骂，何人占班旗要台北市政府。柯 P 这边一旦 确定他的机要心腹确定要参选，请他们退出台北市政府。柯文哲现在成立政党了，俨然成为一个山头大佬。我要呼吁郭台铭先生，不要跟柯文哲先生合作。郭文天是台北市长，一个身兼党主席，说来若真正佮参选总统，就算是三头六臂，代志嘛做袂好。柯 P 他自己看起来已经是三头六臂了。 他把自己当成美国超人加上钢铁人，柯 P 好忙。和国民党团烦恼唔那市政尔，听讲前国民党籍的市议员张小平甲徐立新有可能变成国家军，敢会引起乌条凯效应？国政党嘛真烦恼。